在日新闻要招咱乡亲来去白河佚佗。白河联欢会是台南热天赏花重要活动。今年联欢会伫6月7日要开幕，开幕迄日刚过，邀请歌手甲街头艺人来表演。现场毛这莲子啦、莲藕粉等等农特产品，邀请大家做伙到白河赏莲花、食莲子。当年的5月到7月是莲花大出的季节，今年白河区莲花开到正暗，所以白河莲花季卖伫6月7日举办。今年莲花真正开了真水，开到目前差不多有7成。今年的花况非常的好，咱农种有种230公顷。为了宣传白河莲花季，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嘛亲身来参加记者会。因为5日18日到，所以用白河在地莲子和百活会阿嬷做白莲粽，气氛是真热烈。疫情的期间大家行就户外较好，希望大家会当平安幸福，防疫做好，大家没烦恼。开幕讲毛歌手现场表演，毛伫咧卖农特产，邀请市民朋友拜六礼拜会当来农村行踏佚佗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